來看這個南投縣民間鄉，昨下晡發生着嚴重的車禍，有3個人死亡，4個人受傷。講有一個71歲駕駛逆向超車，結果拄着大燈彎，伊先來壓弄着同方向的車輛，然後規台車失控，衝到對向的車道，弄着貨車甲機車，還有一台修理車。警消趕緊把人救出來，送病院搶救，但是也是有3個人救無轉來，亡生了。原上的修理車來到這個縣，想要掠車，結果掠無好勢，先去壓弄到頭前車，所落的規台車失控，衝擊到對向的車道，甲對面的白色貨車相撞，佮弄到邊的起司。後壁黑色的修理車也去互並車的白色貨車牽連，車頭轟隆甲冒落，引擎蓋佮一直青煙。車禍造成3個人死亡，4個人受傷。這台銀色轎車佇肇事進前都已經進向。伊為了要掠車，先閃過大貨車甲遊覽車，車燈的共向車道，結果失控衝弄4台車。還蠻大聲的，跑到對向車道撞到對面，聽說死了3個人。車禍發生伫昨下晡4點外，南投民間鄉的灣集路。銀色修理車內底，71歲姓張的駕駛甲72歲姓洪的牽手死亡，因某的小妹真濟所在骨折重傷。白色貨車53歲廖小姐死亡，58歲姓謝駕駛倒病的腳刀骨折，另外也有24歲的陳小姐甲一個機車騎士受傷。檢查過後有腦出血及左小腿骨折的情況，後續轉送至同眾的醫院繼續治療。24歲女性檢查過後無大礙返家。警方調查，肇事的銀色轎車駕駛71歲有駕照。不過當時後車都落線，疑似是正向掠車，落驚有一個彎，才會造成這件嚴重車禍。詳細肇事原因，愛閣等進一步調查。